主后2022年7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忍受苦难。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1节到12节。我保罗、西拉甲提摩太写批互帖撒罗尼迦属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教会。愿恁对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恩典甲平安。兄弟姊妹，我应该不时为着恁感谢上帝。安尼做是当然，因为恁的信心有大进步，恁众人的相疼嘛一直得加添。所以，我伫上帝正教会中用恁做夸口，因为恁受一切的迫害。甲忍受患难的时，要保持坚忍甲信心。这证实上帝判定恁会堪得承受上帝国是公道，恁就是为着这个在受苦。既然上帝是公道，伊会用灾难报应遐个，互恁拄着灾难的人。嘛，互恁这会拄着灾难的人，伫主耶稣甲伊有大能力的天使，伫火焰中对天显现的时，通甲阮平平得到安息。迄时，伊会刑罚遐个毋认上帝甲毋顺趁咱的主耶稣的福音的人，因会受永远毁灭的刑罚。离开主的面前，甲伊阳光的开力隔断。伊来临的时，会对伊的信徒得到阳光，搁对所有信伊的人得到尊崇。伫迄日，恁嘛会伫因中间，因为恁有信阮对恁所做的见证。为了这个目的，阮不时在为着恁祈祷，恳求咱的上帝，互恁的生活会符合伊的呼召，嘛使恁开力来实现一切善良的心意甲信心的作为，通互咱的主耶稣的名伫恁中间得到荣光，恁嘛对伊得到荣光，这拢是咱的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忍受苦难。早期的教父希腊家特土良捌讲，顺道者的会是教会的种子。为福音丧失性命的顺道者，因的牺牲建立正教会。因为过去有真侪坚持信仰的前辈，伫迫害中悠然持守信仰，才互福音会当继续传扬出去。保罗伫写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2个封批，一开始就为信徒的信仰见证向上帝献上感谢。保罗也为帖撒罗尼迦信徒向别个教会夸耀，肯定因对上帝的信心。这信心表现伫因虽讲经历真侪患难，犹原相信上帝会带领因。因凭着信心坚守信仰，值得肯定，搁通成做其他教会信徒学习的模样。日本文学家坂田周作的出名小说《沉默》后来受改编做电影，内容讲述17世纪天主教伫日本传教的故事。当时，日本因为锁国政策，长期对当地基督宗教信徒以及外国传教士进行迫害。就算安尼，也有传教士愿意远渡中洋，去到日本传福音。故事主角是一位葡萄牙传教士，为了要探找文书去到真相，来到日本。伊知影即热
一定会遭遇到济济困难，只是无想到试炼远超过想象遐济也较大，互伊开始质疑将来袂捌动摇的信仰。伫日本传教的过程中，伊看到信徒受酷刑迫害的假死，有诶受绑踮海中的柴帮十字架顶头，有诶受吊伫洞穴内。上震惊的是，伊诶恩师也放弃信仰，佮对伊讲，基督一定也会为因去教，劝伊也去教。故事的结尾是，主角落尾也去教。伫主角去教的迄个暗暝，伫路人内听到互吊踮洞穴内的人嗨嗨惨的声，伊原本坚定的心煞变成做对死亡深深的惊吓。伊最后大赞耶稣的圣像表示去教，总是伫伊大赞圣像的上时，伊看到耶稣的面，并毋是充满威严甲荣耀的基督，反倒是一张闪避巴、疲惫不堪的面。圣像中哀伤的眼神，若像在对主角讲：做你搭落去，我是为着要互恁吞搭，才出世来到这个世间，为着分担恁的痛苦，才背十字架。原来，上帝伫人的苦难中，并无沉默放恬恬，反倒是甲人同齐受苦。伫忍受苦难的路程是非常痛苦厄过的。检采帖撒罗尼迦的信徒，当时并无明白因所受的苦难的意义，也毋知受苦的路程还着爱行偌久。毋过，因愿意伫受迫害继续持守信仰，因为因相信上帝甲因同在，佮相信因拄行伫得救的道路。所以保罗鼓励因讲：通互咱的主耶稣的名伫恁中间得到荣耀，恁嘛对伊得到荣光，这拢是咱的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愿意为着上帝的国，坚守信仰到落尾？我是毋是愿意为着上帝的国，坚守信仰到落尾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互我信心，互我伫为信仰受迫害时，继续坚守信靠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